制裁拒付，中国法院首判赔。以前外国客户常拿制裁当挡箭牌，拒付尾款，说我没办法，不怪我。但现在中国法院给出了明确答案，不行，得赔。今天讲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，南京海事法院首例反外国制裁法侵权案。案情很简单，一家中国工程公司干完了活，外国公司却以美国制裁为由拒付8600万元尾款。中国公司没去国外仲裁，而是直接向南京海事法院起诉，并申请活扣押了对方在中国的一艘船。结果外国公司为了把船赎走，不得不乖乖向法院账户交了9976万元的反担保金。这个案子赢在哪？赢在思路。我们不打违约，打侵权。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规定，执行外国歧视性制裁侵害中国权益就是违法。法院认定这属于侵权纠纷，不受合同里伦敦仲裁条款的限制，直接在中国主场审理，让外国制裁令在中国法律面前失效。遇到类似情况，应当注意以下3点：第一，查资产，直接申请扣押对方在华船舶或者货物；第二，用反外国制裁法起诉侵权，绕过境外制裁；第三，逼对方交反担保金，锁定回款。我是黄律师，更多问题欢迎咨询。点赞关注哦。